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头仔兴兴，尾仔冷冷。这句俗语是咧讲人做代志起一个兴头，尾手规个拢烂落。隔壁庄的阿文甲因老爸讲，伊对掠人的这图有兴味，想要甲累钱做生意。但生意做无3个月，怎收起来？去甲探听才知，当时阿文是趁2仙啊，就摕去跋筊。朋友来，就带去开店，真趁真开。无甲无钱通转西，不得不就爱甲店铺拍互人。因阿爸嘛真怨叹，讲整本互伊做生意，头仔兴气气，尾仔若杜定，嘛无咧用心经营。早若要知，就袂摕钱互伊扣费类啊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